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千千稅一下，我係千千，你哋嘅稅務導航員。做咗業主收租係咪好爽呢？但收到稅局信嗰陣就知道味道啦，唔知點填，驚漏補，驚交多稅。其實收租就一定要交物業稅，未必。今日就教你搞清楚佢啦。各位包租公包租婆，今日千千會用最簡單最貼地嘅方式，5分鐘幫你搞掂香港物業稅嘅遊戲規則。用5分鐘幫你搞清楚香港物業稅嘅遊戲規則，最後仲會教你一招高達90%業主都忽略嘅終極慳稅大絕。想知道就繼續睇落去啦。究竟邊個需要交物業稅啊？如果你有收租，咁就有機會涉及物業稅。呢個係針對物業租金收入嘅稅項。如果你個單位只係自住或者空置，咁就唔需要啦。香港嘅物業稅究竟點計啊？其實香港政府只會對你嘅淨利潤徵稅，所以就必先要計出應評稅淨值。咁應評稅淨值嘅公式係點㗎？即係你嘅全年租金收入減返差餉支出，減返唔能夠收返嘅租金，同埋減返一啲收葺同埋資準標準嘅免稅額，就等於應評稅淨值啦。其實香港稅務局係會自動贈送咗20% 嘅防衛盾嘅收葺及支出標準免稅額。個免稅額係點嚟嘅呢？就係你個租金收入扣除差餉同埋收唔返嘅租金之後乘以20%，唔需要任何證明嘅，係作為物業維修保養支出自動享有。舉個實用例子咯，月租12,000蚊嘅物業，全年都有收足租金，咁全年嘅總收入就24萬。業主交咗差餉12,000蚊，租金減去差餉就等於應評稅值，呢個係228000。咁再攞去計算20% 嘅收葺免稅額，就係45,600蚊，然後將應評稅值減收葺免稅額就等於應評稅淨值，就182400蚊。物業稅係標準稅率15%，咁乘埋就等於27,360蚊。其實你知唔知好多人都忽略咗，你如果有同時有薪金收入又有租金收入，就要記得揀個人入息課稅。點解啊？因為呢一個會幫你慳多啲稅㗎。咁乜嘢叫個人入息課稅啊？個人入息課稅係將你所有嘅收入加埋一齊，再去扣你嘅個人免稅額、供養子女父母嘅免稅額同其他扣稅項目。因為將租金撥埋個人入息一齊計，咁如果未用盡嘅個人免稅額就可以抵消租金利潤，降低整體需要交稅嘅費用。講下報物業稅嘅3大常見陷阱，以為差餉係租客交就唔需要報物業稅，其實你有租金收入都要報，現金收租都冇記錄㗎啦，稅局邊度 check 到啊？其實你都係一樣有簽租單，你亦都會將啲錢入返銀行，所以你都係要誠實報稅啊。唔知道自己可以揀個人入息課稅，其實揀個人入息課稅係好簡單嘅咋，只要喺報稅表上邊剔個勾勾就可以用稅局幫你計最平嘅稅款方案。我哋嚟重複一次啊！業主報稅必須記住嘅3部曲，有收租就記得要報稅啦。識得計就要扣埋嗰20% 嘅維修免稅額，要慳稅就記得剔埋個人入息課稅選項。其實掌握呢幾步，物業稅根本一啲都唔難。我係千千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，話俾我知你仲想聽啲咩稅務 topic，仲要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。
通知其他朋友仔嚟學多啲稅務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